杀夫顺代先生的来历第一章。杀夫顺代先生是印度国人，属伫时期的族。因教派大兴建立的缘由是要设新的教，通改换歹风俗，来引带人降服较浅显实在的敬拜。然后因结成兵队，用兵权来保护因所信的教。因历代所经过，捌拄着真大试炼艰苦，总是到现时，因有缘熬看口因当兵的名号，以及因的教所固条的体面。顺代先生的本所在是叫做邦惹，假说是五条河的邦国。因的业少无偌济，因的气力毋是对算人较济，较大面是出对因同心协力伫因的教，煞学练兵一事。属因的派的人真好打，欢喜担当艰苦，拢无失志伫所囥的愿望。对安尼就因的教伫印度国有较赢。对即个根本，顺代先生生气。伊的老爸西大守先生住伫甘埔，伊的家业伫遐真扩大，到今仔日也真有名望的名声。伫1889年9月初3，顺代先生出世伫迄所在。伊所踮的家真有荣华富贵。伊的老母也是较文雅有才调的人。伊虽然热心降服因的教，毋过无互伊拜佛到伤过头。伊捌有时甲长老教遐的先师娘、姑娘相交陪往来。对细汉顺代的爸母掠伊做尊贵至宝贝的囡仔。逐年到烧热的时，伊甲家内大细拢捌去避暑伫喜马拉雅山，较常是住伫新腊。顺代甲伊的老母疼痛的情非常深。伊是煞尾囝，不时伫伊的身边较喊得3字。老母豆豆甲伊讲：你毋通学恁阿兄的模范，因为因较无提防爱趁世俗的关系。你的确着自神来找安心的福气，也敬畏你的本教，检采别日通做圣人。顺代时常听伊的老母念即号话，伊的心胆决定要安尼行。老母凡所教的话，顺代就甲伊相甲去，才会对伊受上好的教示。伊7岁的时，真熬念因的教的圣经，已经14岁。顺代所真疼的老母过往去，伊当有失落即个既亲密既温顺上好的老母，迄号的烦恼讲袂尽，算袂了。到今仔日，伊还真敬畏伊的名，大少念伊的教示。